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5号。這一期咱們聊聊攜程。1月14號根據媒體報道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前期核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對攜程集團有限公司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這個字少事大，從網上這個網友的反應來看市場監管總局對攜程立案調查好像是大快人心網友紛紛鼓掌叫好，所以說明一些問題这個攜程為什麼走到了這一步？你看這個直接就是立案調查呀，說明事小不了簡單點說就是反壟斷調查。那麼我在這兒預測一下反壟斷調查的企業有不少，對吧？阿里巴巴、美團好像都被調查過，是阿里巴巴是罰了多少億100多億吧，美團是將近50億，這我記得不太清楚那這個攜程呢，我估計得50億往上，比阿里巴巴要小一點，或者你把美團和阿里巴巴加起來除以2，大概其就是攜程的這個罰款的金額。網友為什麼對攜程被罰或者被立案調查拍手稱快呢？這裡面有幾個原因首先就是壟斷地位，對吧？第二個是大數據殺熟，但是光有這些還不行，因為這個壟斷地位還有這個大數據殺熟，那不是攜程一家呀，其他的平台都有只是多少的問題。那為什麼攜程大家更討厭他呢？大概其跟這個攜程他跟這個柬埔寨合作，對吧？我看攜程的這個高管去柬埔寨，也就是他把國內的遊客往柬埔寨送。在網友的心中，柬埔寨是個電詐樂園，是個無法無天之地，是個割腰子，對吧？專門坑害大國老百姓的這麼一個地方。大量的年輕人莫名其妙的去了柬埔寨，莫名其妙，對吧？不知所蹤。網上有大量這樣帖子，還有尋親的，對吧？有明星，還有年輕人，還有網紅在柬埔寨不知所蹤，所以這個泰國對柬埔寨發動這個空襲打擊，網民拍手稱快。結果這個時候攜程，對吧？還不知死活，助紂為虐，還忽悠國內老百姓去柬埔寨旅遊。他為了賺他那點錢，那點佣金，昧着良心所以網友對攜程被市場監管總局立案調查，就顯得比美團、比阿里巴巴好像更加這個得人心更加支持。當然這個是有點情緒化的但是說到攜程涉嫌壟斷被立案調查，按照懂王的說法，沒有人比我更懂，我還真有資格聊一聊攜程這個事。有很多網友都知道我剛到北京的時候做的就是旅遊，確切的說做的就是攜程的核心業務，酒店、機票。不誇張的說大概2000年前後，我在北京地鐵口、飛機場、各大寫字樓掃樓、發卡片、發傳單的時候推廣我的業務我那個時候是跟攜程並肩而戰，攜程也在發，但是我就對攜程這個很不了解很不理解。但是我也看了新聞，說攜程那個什麼梁建章是吧？反正他們創業團隊從美國回來，說融了2個億美金。我當時那個時候我才20多歲我對這個資本市場也不了解，什麼股權，對吧？什麼 IPO， 什麼市盈率，什麼估值，一概不知道，就知道他們是吃飽了撐的，幹個這個破事還有2億美金。當然了，那個時候因為不懂，我在創業，攜程也在創業，在機場，在那個火車站發傳單的時候，偶爾還碰到他們那個时候叫北京區的這個頭，他也叫地推推廣。所以我說我很有資格聊這個攜程，聊這個酒店和機票。我把這個聊完之後，大家就知道這個攜程涉嫌壟斷，它有哪些問題，一目了然。2000年前後咱們的改革開放是吧？那個時候正好如火如荼，正在琢磨着是要加入 WTO 嘛。那時候咱們就類似於現在越南，大量的外國人到中国來商務、考察、旅遊、投資。在這個之前咱們的這個酒店行業實際上是很落後的，对吧？因為咱們剛改革開放嘛，然後這個外賓剛來，這個所謂的酒店業務主要是接待這個旅遊團什麼中旅、什麼中青旅、國旅，他們組的團。那個即便有外國人到中國來玩，他也是跟团，商務客人非常少。我那個時候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嘛，然後就誤打誤撞進了一個小的这個那個時候叫訂房中心，實際上就是訂酒店。那個時候就是北京市還上海，就是一線城市大城市這個訂房中心如後春筍一樣的冒出。為什麼呢？就因為慢慢的這個商務客人越來越多，大家要出差，還有國外的人到中國來考察投資，這種商務客人他也不跟团。但是那個人不像現在，你訂酒店你就不自然的，對吧？不由自主的把美团或者是攜程打開了，或者是叫什麼其他的平台上面就開始訂酒店。過去沒有所以那個時候這種訂房中心就如後春筍一樣的冒出來。
來，哎，你給這個訂房中心打個電話，你說我要到上海出差，住3個晚上，哎，在什麼附近，幫我找個什麼樣的酒店啊？現在你通過 APP 解決，以前都是通過訂房中心給他打電話，訂房中心說給你推薦3個酒店，哎，大概多少錢？那我就在一家訂房中心去打工，因為我比較能幹嘛，所以訂房中心的那個整個的業務模式啊，我就從頭到尾熟練掌握。從獲客就是怎麼找客戶，我記得那個時候找客戶最簡单的辦法就是黃頁啊，有很多人恐怕見過啊，那厚厚的一大本，那個黄頁上面前面是各个國家駐華使團、領事館、使館的電話、地址、傳真，後面是外企，各大外企在中國地址、電話，再後面是國企一大堆的啊。然後我呢就拿着那個黃頁挨個打電話推薦我們的業務，我們是個訂房中心，哎，你要出差，你把我們電話記上，隨時給我們打電話啊，就是電話銷售啊。我以前啊最多的時候一天打150個電話，平均啊一個星期打壞1個電話。我記得那時候電話是西門子的啊，質量還是不錯的，但是我一個星期打壞1部啊，然後去掃樓，拿着傳單，寫字樓啊，什麼中糧廣場，什麼長安大廈，什麼國際大廈。當時北京的5A 級寫字樓非常少，當時北京最好的寫字樓啊是國際大廈，也就是那個巧克力大廈，就在那個永安里啊，因為那地方也是使館區。我在那個大廈掃樓的時候，我記得當時我們3個同事吧，因為那個樓高啊，有人從1樓掃到10樓，11樓就是從下往上掃，有人從11樓往20樓掃，我大概是從30多層吧往20層掃，我從上往下，然後我們一匯合齊活，對吧？就掃完了。那時候掃樓簡單，就是上去敲門，那個玻璃門上都貼着啊謝絕推銷幾個大字啊，你一看到門上貼着幾個字，你就不想敲門。但是你做銷售就得過這一關，臉皮要厚，雖然寫着啊拒絕推銷、拒絕銷售，但是還得敲門，對吧？哪怕進去挨他一頓罵，那你也得把你的話說完，說我是幹啥的。結果惹惱了啊，也是不知道哪個公司去物業啊打電話給物業，那個保安10來個保安滿樓道找我們，把我們3個人給堵住了，然後還帶到他們那個保安室寫檢查、寫保證書啊，保證以後再也不來國際大廈掃樓。這就是獲客。那個時候攜程獲客跟我們差不多啊，到處發卡片，請人推廣地推。當然了，後來他有錢了，他融到錢了之後，他開始在那個門戶網站打廣告。那我們沒錢打廣告啊，我們在報紙上打廣告。報紙那個中鳳，我記得那個時候什麼啊，北京晚報啊，還什麼精品購物指南啊，那個中鳳啊，那個小豆腐塊，很小的一小塊，400、800，也最貴的就是800了，就是只能打這麼多。攜程不僅平面上打廣告，它更多是在那個網站，那時候互聯網也剛出來啊，什麼新浪、搜狐啊，門戶網站打廣告。他有錢呢，他燒得起，這是獲客啊，推廣。那第二個那個，你酒店呢？酒店資源怎麼解決？我記得我當時啊，我有客戶是芬蘭人，有2個人要2間房，我記得是當時他要去石家莊要住1個月，是2個工程師，咱們河北引進了芬蘭的還是什麼的一個牛奶生產線，這2個工程師過來調試的，一調試就1個多月，1個人1間房，然後他們去石家莊也不知道住哪兒，就通過我來訂。當時我跟石家莊也沒有聯繫啊，對吧？我就打電話查石家莊，那時候打114啊，石家莊5星級酒店，好，把電話給我了，然後我再打到這個酒店啊，他給的不是1個啊，我還要幾個，對吧？我說還有沒有其他的，我要幾個啊，這個酒店我打到酒店先問地址在哪兒，把地址記下來，完了之後打電話問酒店啊，轉銷售部，不打到前台啊，打到前台問前台價是400或者500一晚上。我就要讓總機啊給我轉到銷售部，然後銷售部一接電話，我就開始冒充啊，我說我是哪個旅行社，我有個大型的團，200多人，從英國過來的。那時候大家都喜歡接歐美客人，錢多，小費多，所以我就說我們這有個對吧，200人的英國的團，過幾天要到這個石家莊，我現在給他找酒店，我說你們這酒店給旅行社價格多少？哎，他報個180，我就炸他，我說你這個180太貴啊，你這個酒店設施也比較舊了。然後我就說那是哪個酒店啊，也是5星級的，人家才150。我說你要不行的話啊，你就跟你們領導請示一下。我也知道你做不了主，如果行的話，你就給我個電話，我把電話留給他。我說你這個位置啊，離我客戶要去的地方稍微近一點，所以我首推是你們酒店啊，就去那個景點呢。好，一會兒啊，那電話就過來了，說哎150我們也行。這個時候我就跟特朗普是一樣的啊，馬上就變卦了。150，我說人家也是150，你也150，沒有優勢啊。你們這早餐怎麼樣？他說早餐那個時候早餐10塊錢啊，中式早餐，不像現在啊，那是20多年前啊，10塊錢一份。我說那你考慮一下，能不能把早餐含在裡面，就是對吧？150一晚上還含早餐，2個人早餐，你要不再請示一下？過一陣子啊，大概半小時1小時的電話又來了，行，含早餐。然後我就跟他說啊，那行，我就發一個協議給他，或者他發個協議給我，這個酒店就被我談下來了，就是150含早餐。然後呢，我先
我說啊，因為這個是一個外賓團吶，出不得差錯。那個時候是外交無小事嘛，對吧？不像現在啊，這個老外很多人不喜歡。那個時候不是啊，不能得罪外賓团。我先發2個人過來看看，如果住的不錯，哎，咱們在下面那個团才能來。酒店說行，我就把我2個客戶名字發過去了，2間房住1個月，150的價格含早餐，前台賣400，那我給客戶呢包300，包400都有可能，有的時候包450，這個就根據需要啊，客戶看誰付錢，這個中間的差價我賺一部分，公司賺一部分，還有客戶他還賺一部分，就是利潤怎麼分啊？這就是我跟酒店談的啊。這種模式叫什麼模式呢？是客人去住了不用付錢，我去付錢，150，对吧？10個晚上就1500，30個晚上就多少錢？我來付，付完之後我跟客人的公司結賬，对吧？但是公司啊1個月以後他把賬結給我，賬期大概就是1個月吧，因為1個月結一次。酒店不跟客人收錢，酒店只跟我收錢。還有的酒店呢是客人在酒店付錢，把錢付給酒店。比如我談的是150，好，客人去住400，那中間差價250嘛。像這種就没法操作，他不能返差價，他只返佣金，就是比如說這客人付300塊，他给你返10%，就是30塊錢一晚上，住一晚上給你30，就這麼一個操作，叫返佣模式。還有一種是我付錢的模式，對吧？這種賺多少差價都是我來控制。返佣模式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酒店也是1個月或者2個月給你返一次，他一算賬到月底給你對賬，或者你跟他對賬，或者他給你對賬，一對好確認了之後，他再過1個月再把錢返給你，你給他開發票。這種模式啊，小的訂房中心不喜歡，為什麼呢？你在這兒酒店10來個間業，那個酒店10幾個間業，錢也不多，1個月1800的返佣，因為你的客戶不一定非要，對吧？你不是所有的客人都住這兒。後來演化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訂房中心開始，因為那個時候酒店啊不像現在。我在你這個酒店，我長包10間房，這10間房就由我來賣，你給我一個底價。有的實力大的就長包100間，那個一般的5星級飯店啊，也就400間，他包了100間，這叫二房東。這100間酒店不要賣，我來賣，我1年給你付次錢，對吧？直接就把100間房買下了，然後他一算賬，合着一晚上1間房是200的成本，那他只要超過200賣出去，他就賺錢。當然不能有空房，那酒店也願意啊，因為酒店這100間房相當於這1年一賣掉了，這個保底，對吧？酒店然後其他的房間自己再賣啊，這種模式，這叫房虫子二房東。那這些人怎麼辦呢？他手上有100間房，他自己没那麼多客戶，所以他就找同行，就找我們這樣的小的訂房中心幫他推。哎，他算的成本是200，他給我們就230，他1間房就賺30，我們賣給客戶呢400、500啊，因為他那個前台差價夠大啊，長包房便宜。我當時啊在一家小訂房中心打工，打了大概大半年吧。然後我就自己出去創業去了，我自己幹，帶着一幫人，然後就是到處发卡片谈酒店。我记得當時啊，這個有一個正好巧了，我一個客戶，他通過我訂房，不知道訂哪個酒店我忘了，是他家的親戚。然後我就訂完房之後，這個客人住完了，我就去他那兒收錢了。哎，那時候不像現在啊，現在給你轉個賬對吧，掃個碼或者微信支付，沒有啊，都是上門收錢。他是中旅的一個散客部的一個處長，那個中旅大廈就在那個三元橋那個再往北吧。中旅大廈就是那個看着很怪的啊，我就去收錢。確實啊，我進去之後，我覺得就感覺不舒服，就那個樓啊，中旅大廈啊，有在北京的人恐怕有印象。結果跟這個處長一聊啊，他跟我是老鄉，也是安徽人，我們倆聊得還挺投機的。然後因為他是中旅嘛，那個時候旅行社那絕對是這個行業的大拿是吧？中旅啊，他就給我遞張名片，然後我就問他，因為中旅這麼大的旅行社，他很多酒店的價格非常便宜，我們小的訂房中心是拿不到的，這不就相當於抱上一個大腿了嗎？所以我就問他，我說因為我常用的酒店啊，在北京啊，我客戶經常訂的酒店，我就問他多少錢。哎，他把他那個報價單拿出來了，我就看了一眼，中國大飯店那個行政房，它的價格是100美金，當時那個酒店對外的價格好像是400還是500美金啊，一晚上啊。正好我有個客戶，我也不說名字了啊，那世界知名企業，他的那個 CEO 啊，每次到北京来都住中國大行政房，我一看如獲至寶啊。好，等我客戶来的時候要住中國大，我就把這個訂單發給中旅，讓他幫我訂。結果這個哥們啊，他沒幹過這事，他就把我的訂單，他就用那個中旅的那個格式啊，給那個中國大發了一個訂單過去，中國大給他確認之後呢，他把這個訂單中國大給他的確認直接就發給我了，上面就是啊100美金。結果我一下啊，我告訴你，現在很多人 PS， 我那個時候就開始 PS 了。第二次我的客人來北京的時候，我就自己跟中國大飯店訂，因為上面傳真什麼都有，聯繫人對吧？我就那個時候傳真是黑色的嘛，不像現在啊彩色的什麼的，那時候就是黑色的，傳過來的公章也是黑的，所以我就模擬中旅啊，給這個中國大發傳真訂酒店，享受那個底價100美金，我給客人賣
$400，一間房一晚上就賺$300。那個時候是8.3的匯率啊，一晚上就賺好幾千，一間房啊。他每次來住3晚上、4晚上，什麼概念？我呢給這個中國大飯店呢，每次客人一住完，我就去把賬給結了。中旅跟中國大飯店，人家是1個月或者2月結一次賬，他都叫月結，對吧？有賬期的，到時候統一算賬，完了再結。我在這之前把賬結掉了，所以我這個事情他一直就沒敗露。中國大飯店一直不知道有一個人冒充中旅給他發訂單，中旅更不知道。當然了，這個其實對中旅沒什麼損害，對吧？對中國大飯店也沒什麼損失，但是啊，就給我了好多機會。然後那我一個人賣不了多少啊，我就把這個價格放給同行，給同行報$150一晚上。哎，有的同行他有的客戶啊，高端客戶一來，这就推薦他住中國大飯店行政房。這個就是當時啊，還有這是酒店啊，機票呢也是的。當時我覺得最火的時候，機票是那個時候不像現在啊，那時候叫包機，有大的這個售票點，還有那個旅行社把北京飛深圳某一個航班給包了。那時候航空公司不像現在啊，什麼就3大航空公司，國航、東航、南航。過去航空公司有北方航空、什麼聯航一大堆的啊，有人就把北京到深圳的航班給包了，比如說這一趟30萬或者20萬，然後呢机票由他来賣，那他就把機票放給我們，像我这樣的啊，北京到深圳，那时候我記得機票是1600吧，我記得不太清楚了啊，但是給我們是600，那我們賣給客人呢，隨便800、900、1000、1200都行，你隨便賣。那時候我們就在報紙上打廣告，北京飛深圳850，好多人就來，對吧？訂，但是訂850的沒有。我告訴你，這都是以前做生意就這麼做啊，噱頭打的都是超低價。等你來訂的時候850沒有，但是有950的，那客人一看那一便宜啊，比他自己買不便宜個600、700嗎？哎，他願意，那一張票我們就賺個300、400。那個時候出票的時候什麼時候出呢？都是每天下午3點，在西單民航大廈那個地鐵口一出來啊，民航大廈那兒一到下午3、4點啊，那民航大廈門口就像菜市場一樣的，各種票販子，我就混雜在裡面，夾這個包一取，你要取30張票，那你意味着你賺了好幾千呢，上萬塊啊！你要取10張票，那也至少掙個2、3千。你想20多年前呢，然後去一拿到票，然後我們幾個業務員啊分頭送票，各自奔向不同方向的地鐵給客戶送票。那個時候是包機，後來搞了2年之後，那個民航開始管理，首先是航空公司整合成幾大航空公司，後來票呢也不准你這麼賣了。我記得以前啊，最神奇的是那個民航大廈下面啊，裡面不有很多各大航空公司，比如說這個川航，對吧？還有什麼西南航空，一大堆在那賣票嗎？你自己去買啊，就誰去買？比如說北京到成都的，我記得当時好像就是500吧，那原來的票價好像是900，但是他打折，你去買，如果你不說的話啊，他就賣900給你。如果你說我是旅行社的，好，馬上賣500，但是就這樣啊，或者400。我經常就約着客戶啊，客戶說他要買北京到成都的票，我說可以，我給他報價700，比他自己買大概便宜300吧，比原價便宜300，哎，他就挺好。然後他說在哪兒取票，我就約他到西單的民航大廈，我讓他出了地鐵之後站在民航大廈門口等着，然後我坐地鐵到了之後，到了民航大廈門口跟他聯繫上，把他的身份證一拿，讓他在那等着，我就進到裡面去買票，買完票我收他是比如說是700，然後我在裡面買票可能是400，然後我賺300，然後把票給他，他就走了，我也走了。那時候就這麼賺錢，他自己去買也是400，他只要說我是旅行社的，但是他不知道啊，說的有點遠了啊，就是說啊，那攜程賣機票訂酒店，他的生意模式差不多的啊，就是什麼呢？我那個時候開始做酒店機票，我有個朋友到現在還在做，前2年我還跟他聊天，他的模式就是跟我說的一樣啊，他比如說合肥某個5星級酒店，他包人家200間，相當於一半被他包了，一年多少錢？比如说2000萬給他，包了之後他怎麼賣呢？他自己賣不了多少，他就把這個價格上面加20%或者加10%給攜程，攜程來幫他賣，攜程自己跟這酒店談呢，也談不下來這個價格，賣他的房子同樣一個酒店啊，他攜程通過這個我這個朋友啊來訂更便宜，而且他們賬期靈活，就是各種付費結賬比酒店靈活，所以說你看啊，這中間就出現這種服務，所以說你在攜程那個平台上訂酒店，攜程幫你訂了，他不一定是跟酒店直接訂，他是可能通過第2個、第3個人繞來繞去的，攜程不一定直接跟酒店聯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你通過攜程訂酒店，攜程只是一個中介，當然攜程還有很多呢，是返佣模式，就是你這個酒店，比如前台賣300，我給你推薦客人來，你一晚上一間房給我30%，返佣10%或者5%，這個不一定啊，看酒店是不是很強勢，平台強勢還是酒店強勢。簡單點說啊，攜程訂酒店大概其就是3個模式，一個是攜程直接跟酒店訂，客戶把錢付給攜程，攜程再就把付錢給酒店，這是一種模式。第2種模式是什麼呢？客人把錢付給前台，或者你在平台上付，實際上也是付給酒店了。好，酒店到时候1個月或者多長時間給攜程返佣。第3種模式就是攜程跟那個二房東合作，賣的是二
房東的房，而這個客人是不知道的。機票也一樣啊，道理差不多。那麼這個攜程呢，它最大的優勢就是它客戶多，对吧？它這麼多年啊，在这个旅遊這一塊，機票酒店上形成一個壟斷。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現在出行不可能說自己去找酒店啊，都是通過這個平台，要麼就是美團，要麼就是攜程。所以他推哪個酒店，哪個酒店客人就多；他不推哪個酒店就沒人。所以導致什麼呢？導致它形成一個壟斷。一旦形成壟斷，對吧？它對用戶這邊呢，採取的是大數據殺熟。我當年也是殺熟啊，但是我不是大數據殺熟啊，對吧？我們殺的是外賓吶，而且我們是什麼呢？你看這個公司有錢，對吧？他就給他賣$400，那個客戶好像差點付不起，那就給他300吧，我就少賺一點。但是不同的價格服務是不一樣的啊。比如說我賣給400的客戶，那我那2天啊是高度緊張，就隨時待命，對吧？他一旦有什麼需求，有什麼事，我馬上第一時間就去中國大飯店去了，對吧？現場就督促那個酒店。這個我以前節目說過啊，我把馬雲呢在長福宮晾了好像2-3個小時吧，住不進去啊。當然那個時候馬雲還沒有現在這麼火啊，那個時候馬雲阿里巴巴嘛，他的公司在那個長安大廈，北京公司啊。所以他來就喜歡住長福宮，離得近啊。結果有一次啊，給馬雲訂酒店，酒店說訂好了，我找的也是個房蟲子，就是二房東啊。我跟二房東訂，那個二房東啊跟酒店訂，那二房東還恐怕跟別人訂的，別人再跟酒店訂的，也就是中間轉了3道手啊。那個二房東就是我說的我那個朋友，他跟我說訂好了，那我也告訴那個阿里巴巴公司那個北京公司的那個行政說訂好了，結果馬雲來了之後住不進去，他把我那電話都打爆了，我一手接他們公司的電話，一手給我那個朋友打電話。所以說啊，不同的價格服務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現在互聯網平台，你消費者服務是一樣的，你感受不到平台的服務。我那個時候啊，這個有客戶打電話說酒店沒有番茄醬，你想想我番茄醬是啥，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既然有客戶投訴是吧，那我就解決啊。後來我問人番茄醬是啥東西啊，他們說番茄醬是幹啥的，是老外喜歡吃，抹在什麼上面吃的。我說哪兒有，他們說哪個商店啊，這個友誼商店是吧，有番茄醬。我立馬啊跑到友誼商店買2瓶番茄醬，對吧？又屁顛跑到酒店給客戶送過去，我幫你解決啊，對吧？我收費這麼高，那我服務好啊。但是現在平台的大數據殺熟，對吧？它沒有任何服務的，對吧？你老是在通過它訂，它那價格一次比一次高，機票也一樣，你第一次的哎，他一看少收你一點，讓你嘗點甜頭。第2次、第3次越來越高，給你顯示的價格也不一樣。然後你的設備對吧？你用的蘋果17 Pro， 那對不起，你這個價格就貴一點。如果你用的是對吧？是國產的什麼1000多的手機，那你這就稍微便宜一點。哎，這就是這麼殺熟啊。所以這個我說這個攜程啊，實際上不光是攜程，其他的平台一樣。雖然20多年過去了，無非是新瓶裝舊酒，對吧？這個它那個底層的生意模式是一樣的，沒變。它只是利用了這個服務器、大數據，對吧？現代的這種營銷手段，這個不一樣了。它核心邏輯還是一樣的啊，它還無非就是個中介，吃了上家吃下家，欺上瞞下，坑了商家坑消費者。我再說說攜程啊，這個當時我跟攜程呢一起在大街上推廣啊，後來攜程融到錢嘛，他就開始收購，那時候他還沒上市啊，他開始收購，在北京啊就收購這種訂房中心，但是他又不收購小的，所以說他在北京要收購一個大的訂房中心，就覆蓋整個北京的這個市場。那大的訂房中心實際上那個時候北京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訂房中心啊，所以他就大的訂房中心就收購下面小的，捆綁在一起，這樣一把賣給攜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事。好，就有人找我談北京，我就把名字忘了，是北京的一家什麼訂房中心，他挺大的，稍微比我們大，他想把我們的合併了，那他每個月的叫監業數嘛，就那個數據不就上去了嘛，對吧？把我們合併了之後，打包一起賣給攜程，攜程就要買這個量，好上市。當時找我談呢，因為我那個訂房中心太賺錢了，當時啊，所以我而且年輕啊，對資本市場也不懂，跟我講什麼這個那個的聽不明白。最主要是我自己賺錢，所以你跟我講這個講那個耽誤我賺錢，我就沒同意。然後我一個朋友以前跟着我一起幹的，後來他自己出去單幹去了，他自己出去單幹，那業務幹得不咋地，正好碰上人家要收購，好，把自己就賣給人家了。哎，他同意了。然後呢，這個把自己賣給人家啊，表面上我問他給他多少錢呢？他說給了，當時給700萬呢。你想想，20年前啊，700萬什麼概念？但是有對賭協議，也就是這3年你必須要完成多少監業，完成多少業績，否則你拿不到。他認為他行，好，他就被人家收購了。收購完之後，結果啊，這個市場行情你很難把握啊。不要說3年了，他第1年業績就沒完
完成，他覺得自己上套了上當了，他就毀約不幹了，不賣，人家說不賣，因為已經是合併了啊，不賣那你就走唄，反正就對賭失敗了唄。結果這個哥們兒他合併的時候人家收購他，那個時候最貴的設備就是電腦了啊，幾台電腦被人家收購了，電腦上面吧唧貼了個標籤，什麼什麼公司固定資產。走的時候他說我不幹了，不合作了，我把我電腦帶走，對不對？帶不走，对吧？那都是公司資產了，你按道理要打官司的話，你還要賠公司多少錢？因為你沒有完成業績啊，這對賭啊，大家知道王老板跟那個資本對賭現在成什麼樣子了？那個時候就對賭啊，不過那時候法律不像現在，那時候對賭他輸了他就跑了，連自己買的電腦都沒拿走，也就是褲衩子都賠掉了。这些公司後來就被攜程收了，攜程收了這些订房中心，就是為了衝刺它的業績，對吧？業績一好看了，它的股價就上去了，它就能上市股價就上去了。那時候商務旅行的主要的这個市場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啊，一線城市啊，這個就是我啊跟攜程之間的或者叫故事吧。怎麼說呢？多行不義必自斃吧。去年啊，我去香港訂了個酒店，香格里拉吧，住2晚上，結果我就住了1晚上，就要提前走。然後我早上8點給那個我不記得是攜程還是哪個平台打電話，我說我只住1晚上，第2晚上不住了，錢已經付完了啊。然後那個平台就跟我說啊，那你這錢退不了。然後我想，我這不是陰溝裡翻船嗎？我說20多年前訂酒店的時候，你們還在哪兒呢？对吧？所以我就說，我說那你得考慮清楚啊。我說你要做不了主，你给你們領導申請一下啊。結果一會兒給我打電話說不行，說這錢退不了，有3000塊錢的好像是。後來我就說那也退不了，我就投訴啊。然後我就告訴他，我說你這個，我早上8點給你打電話退房，退晚上的啊，晚上不住，你還不退錢，你這個叫違反了啊消費者這個權益法消法。我說你考慮一下吧。後來第2天他也沒給我打電話，錢就直接到賬了，直接就退了。這就是這些平台啊，利用自己的壟斷坑害蒙蔽消費者，對吧？無論你是哪種合作模式，返佣還是你跟二房東訂的，還是你自己跟酒店購買的，对吧？跟酒店是可以退的，這我知道。你跟二房東買也可以退，你跟消費者不退，他不無非就想把我這1晚上錢給眯了。但是我想有多少消費者不知道這道理，對吧？就被他蒙了，以為不能取消。酒店是可以取消的啊，酒店是允許取消，不能取消的是那些二房東的，他把房子賣出去之後，好不容易賣出去了，你想取消不行，那個都是不对的啊，違反這個消法。最後再說一說啊，我們的所謂的這個平台經濟科技公司，對吧？要麼是放高利貸，要麼就是坑蒙拐騙消費者，跟科技啊半點不沾邊。所以說這個有關部門對這個攜程立案調查，引來這個叫好聲一片，就這個道理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